现在接好，往里面。哦，我知道，接的那个地方会比较厚，会比较厚啊。对，会比较厚。所以每次都要换一个位置。对，所以每次都要换一个位置。那是里面的哈。进去。里面外面都是一样，这个地方。哦，就是同那个地方就对了。你先做歪歪斜斜，做好应该就不会这样歪歪斜斜。对，会好了。底架时候上面也是一样的。对呀，歪歪斜斜。对不对，老师？松掉。好，一样啊。好，它刚刚在这里，它可以在这边，干脆在这里。我这横的，全部用，这是一个颜色就对。1、2、3嘛。哇，你怎么那么快啊，老人家？他在完成。对，老教不一样。搞他怎么那么坏？他本来就很会。他本来就会的。他可能以前也做过那个。他有在教，他有在教啊。然后这里。他习惯了这个印度。是阿密斯坦，对，平镇，阿密斯坦的勇士这么厉害。然后这个往里面怕会勾到。好。它这个就钻进去就好，就继续不要管它，还不要管它。收边再弄。收的时候再要。你收了，对呀，没错。OK。外面往这个。里面是有2条线，里面的是里面，外面的是外面。是外面的。一样，同一个那个地方。同一个方向。好。道具。很长剪掉，差不多这样。好，往里塞。你刚刚的不是有一个尾？要折进往后去折。然后一样再过来。09788366。然后一样塞进来。顺着它的方向。然后塞。装到里面，穿进来。道具哈。然后第二个线就从直接的 ，OK。第二个是直接从这个地方。你做的很漂亮哎。这边从这边算了，1、2、3、4。白的，你是白的还是红的？米的。你要米的、白的都可以。OK。你是那个咖啡色2条。咖啡色2条，白的就1条。等一下，你再咖啡色。这个从哪里算起？这个是吗？咖啡色你就直接从它这里咖啡色。什么颜色就从什么色。对，什么颜色？我是算第一个那个。不是，你就是它都可以，然后你什么颜色，但是你颜色要配。不要盖子。6盖子到6层就收了。不要盖子了，来不及。我就说，来不及的话就不要盖子啊。我就说，然后要用手提袋的，然后要用线的都可以。就直接绑一个线，然后不用我再盖子。跟你们磁扣啊，那个没有盖子就不用磁扣。老师，这边的话也可以做到这里，然后只有做到这边，然后继续这样子拉上去也是可以的。一般就做短短的。你先做完再跟我讲我是这个嘛。这样子看呢。先赶快做，时对，间来不及有时间宝贵。来，这个收。好松啊，好松，好松呢！你的好前面的那后面比较紧一点。你看要怎么讲究嘞？等一下第2层尽量拉这个哈。拉这个，要拉，不然后面都是很松哦。你看你的线，等一下怎么接它？